唔係啊嘛，銀行都會執笠，大部分人都將積蓄放喺銀行入邊，都好正常啊。但係如果我今日話俾你聽，其實銀行嘅保障係話俾你聽，每一個戶口只保障你10萬蚊，即係換句説話，如果間銀行執笠嘅話，你超過10萬蚊，佢都係賠翻10萬蚊俾你嘅啫。大家好，我係 Greg，歡迎嚟到 Greg Tips，我哋每次都會講解一啲加拿大嘅小貼士。今日想講下銀行如果執笠嘅時間會有咩事發生。雖然我都覺得呢個機會好微，但係事實真係發生過。喺2023年嘅時間，美國有3間銀行爭啲倒閉，瑞士亦都有一間亦都爭啲倒閉。咁呢樣嘢我哋就要研究啦。原來所有銀行嘅存款都 under CITC 嘅保障。換句説話嚟講，如果你今日喺銀行入個 GIC 嘅戶口入邊，可能係超過10萬嘅，譬如20萬咁樣啦。如果呢間銀行真係執笠嘅話，最後你只可以攞翻10萬嘅啫。唔止係咁，好多時我哋都冇留意到，原來非註冊帳戶，即係唔係 RSP、唔係 RESP、唔係 RDSP 呢啲 account 嘅話咧，所有嗰啲叫做非註冊帳戶，譬如 GIC 啊，或者係你開一個戶口、支票戶口或者 saving 嘅話，喺入邊係冇辦法擺到指定受益人。換句説話嚟講，如果人身故嘅話，呢個 account 將會 freeze，同有機會要進入鋪備。所以啲建議大家咧，盡可能將啲 account 聯名，無論係 GIC 好或者普通帳戶，唔止可以攤分稅項。如果人身故嘅話，個 account 都唔會 freeze，咁你就會問啦，阿 Greg，我啲錢除咗擺銀行之外，仲有咩地方可以擺啊？如果今日我話你聽，有啲戶口你擺啲錢入去非註冊帳戶都可以擺指定受益人，唔止喎，每個戶口雖然都係保10萬，但係 over 咗10萬之後，佢會保90%。換句説話嚟講，你擺咗20萬嘅話，如果呢個機構執笠嘅話，你會去攞翻18萬嘅。呢個帳戶仲有呢個 creditor protection。What if 咁唔好彩你做生意，啲錢擺咗入去，你生意失敗，有機會債權人唔可以追到呢筆錢嘅。如果你好想知呢個帳戶係乜嘢，俾個 message 我哋啊，我哋會話俾你聽點樣做。